来看国科会今仔公布三大科学园区顶半年的营运成果营收计共是有2.74条，比去年同期成长2.6%，佮创历史的新高。国科会主席吴新文嘛表示讲，全年园区的营业额应该当有5.4条，上好是会当到5.5条。AI 科技发展真紧，台湾的科技产业因为国际上的需求增加。营收创下新高。国科会拜三开记者会，公布2025年顶半年国内科学园区的营收达到2.74兆，创历史新高，甲去年同期减比增加26%。其中南部科学园区营收成长48%，是表现上水的。园区上半年的成长是以基体电路产业为主。然后呢，成长最高有来到了34.33%。那精密机械的部分，就是受惠于整个基体电路半导体设备需求的带动，所以有一个比较亮眼的成长，来到有一个32.91%的成长。我们今年上半年营业额已经有1.38兆了，跟去年同期比较是成长了48.78%。那园区的这个5个产业呢，受惠于我们这个 AI 的一些产品的畅旺，其实相关的营业额都是全面的成长。国科会主委表示，高科技产业继续发展，希望到年底营收会当达到5.5兆，未来也会继续满足产业需求，推动净零循环的经济。以现在订单的这个状况啊，没有意外的话，我们全年的这个园区的营业额。几乎可以肯定会超过5.4兆哈，希望能够达到5.5兆。科学园区在台湾扮演的这个角色，已经是我们一个经济的大动脉。国科会强调，今年后半年科学园区也是真有挑战，包括关税政策的变化、甲232条款等等，政府会密切关注降低产业的冲击。记者陈心东、夏桂玲台北报道。